Hadi mango yarche ada nyedo ni zhushlek mango yarche de ni ngab chöre 好，你拖今日拖得係2024年先馬學先夏季課程嘅第五堂課。光不下去叫咩今天你的算不得算不那么出来他那些个你学着好嘛那个他首先那些个喺各個呃字源日日本的嘅增重，他用什么的呀这些的怎么说嗯仲有海外嘅法友。我首先向大家問候，谁能多少啊好，大家都聽得到嗎？他卡上了吗对面哪天个出来去什么不得对面哪天个出来去你上啊得住谁那啥好，上次我哋講到原始佛教，哪天个出来他就上啊等这位我哋就講到關於原始佛教提出的出同埋来去佛教有相關嘅一啲內容。咱们学着按照第一主题但目前呢需求学都是他对面哪天个出来我哋就今日就繼上啊等这位續講给他一部分嘅內容。谁那啥都上啊等这位给吹气卡了是吧喺原始佛教苏當中，永啊呀呢同佛教有相關嘅一啲內容他咧，给了呀或者名詞方面有咩巴里达咧？然后呢其中一個咧就係叫做護咒。他巴里达是啊给了呀其他人力送人啊呃阿特巴里就达就叫做巴利达，就是然后巴利達，送人啊音是譯就叫其他送人啊是的巴利達。巴里达是了我阿特巴利達就係自護咒。大体听他儿子搞过是呢说人力送给钱啊的是了古样的是他说人力送给钱听这个哦，他護古样咒咧是什么听这个呗喺古代嘅譯法啊的咧就叫做明護，对面跟哪天出来的呢指嘅咧就係用嚟是不是保護自己嘅個咒語。那玩意儿那样的大喺呢個意体義上面嘅咒語咧，区别吧喺原始佛教中咧都係被認可嘅。其他嘅女的把卡个女的拿过来呀，那你全送个是吧？让他推好似喺给上一堂課我哋有提到，让他们的就当之前边呢，那你係全送个講到人啊，啲那么这被个，否定嘅一啲咒咧，其他提出就係这个的，講呢個徒勞提出無益嘅之前边的也咒。把有些些，他送上的是拉不多个呢，给老面给烧他的当，那么这个拿过来呀，那你好似佛全送陀咧，亦都係禁全送止呢一種畜生咒。全送个人啊，就是那种前边呢，那呢，好似上一堂課咧有提到，南山就冬比天丘尼嘅律就准典當中咧有这个禁止到呢一種送多。徒勞無益之名听这你就嘅啥呢？條文嘅。那看他全送个日本三两张都推，如果咧犯咗呢個罪咧，那我就會有就把有一個他送墮罪嘅。刚过那也不去，但别把卡对拿落来呀，不是三不是兄弟要的。但因为啊，听他们米色卡些些，所以有一種咁嘅畜生这咒咧，不产下就边呢，名為呢個上面的徒勞是那無益之名。刚过那样的，你讲的讲出面是搞不叫那样的，那听他米色卡些些，雖然我给拿係叫做畜过来嘛，生咒咯，米色卡些些，但係其實都有一啲搞那样。例外嘅。太阳把你对拿落来啊，那米色还是干的要的是，区别呢？给农民南界旁不注意吧？譬如喺呢個巴利嘅律藏當中，他的给农民给經分別冬季是不是西部吧？卷12送的可多了呀，米色就还是送啊，有關比丘尼一个老板当时，你送老板，比日一提波日提送钱，嘅打了那，墮罪當中咧，打了那老板当时，送老板当时，送完钱都是，送给不钱有都是，講到呢？
巴里达一拉的啲例外嘅一啲，瓦罗的，包括咧个不學给文字、苏埃瓦塞的巴里达塞的學了，憶詞，送给不起啊个车的巴里达啊，為咗要苏埃瓦老巴守的是，護而學嘅咒文咧，那么sem 就女娃就连么汤不买不起，娘把都吃。他那是应该你把汤不绝巴了，你把买到是啊，听汤不起，或者你把是係痴狂者，还是绝巴都是，那天你把买啥？听到起或者係送啊，最初之犯行者，大天拿了做的，那送啊那边就当，当然是不你犯也，送啊就係冇老就是違背噶啦。如果咁嘅話，所以老就是现在这个的，没现在来送啊那么这个的，送啊巴里达下的，历代譬如如果為咗巴里达要下去，學習文字，他或者要去大天為咗见了面，那么这可能呢，背誦咯，送下不去，或者憶詞咯，或者為咗守護但个别的呀，而达人去那下的，教授呢個陀羅听达尼咧，人那下同埋的啦，護咒咧，嘛做上啊係的被允許兄弟的。嘅。就当听不清别个凶人，他哪把然後咧上啊的又 兄弟是哪 Dharana，了，哪了你噻，晓得吧？但第二结果的呗是那边呢，但拍些结果都去了，譬如是係前边呢，这个也不喺是，大城或者喺密城當中咧，对呀，亦一个都會，老把噻，亦都有一个提過的陀羅尼 给的打牙给了，Dharani，来卡噻的，所以呢度講嘅 Dharana 咧，其實就来好卡噻相似嘅。的当起诉他的一个人是就正义一个噻，然後咧就開頭學文是就正义字中咧一个噻，第一拿了写一个一个。嘅文字但第就一个叫做 给的他念的呀，Leka，利比阿卡拉，就係同後世42字門咧阿卡拉噻，中嘅但字咧第一个他念写，係有關聯。这张利比的阿卡拉噻的当，他的巴黎的给我们那么这样的送下嗯来，来卡噻的你，不然後用这个梵文咧方面没就係叫做 听到的塞不清的了 Lipi 的是。Akara，等于一个是就正义一个噻的，看得起来是那边，那所以呢個一个是就咧同正义一个是厂上面之前是就正义一个呀，送个都。係咪有關聯咧？让团他目前嚟别个講咧就唔係好一个是就清楚。正义样送个都，看到样的到底拍不起来的，写的清个到底就拿了的，就係呢個42字門啦，拿了的，送又下稱為呢個悉壇理解42字啦。理解个样主要係出是自於咧样的是《華嚴經》啦，同埋《般若經》呢兩部經但他典嘅。所说的，哎呢，团光明样说两下就听这个呗，佢哋咧就係用呢個听着不听这个梵文嘅42嘅字門咧嚟到做修辭。拍不起来的，写清到底就拿了送下来。现在得了呀，一个是就正义啊，两个厂商团团别个，一个是就正义是这些的速度啊。当然，理解的给改革，一样的设计就新意给譬如一般我哋會講42字門啦，或者稱為悉壇42字咧，就係用梵文嘅42個字咧嚟做修辭。送给巴里达，然后送一个啊，那呢，两年前出也送不能行，所以我哋喺送巴利律當中講到嘅護一咒咧，两落来呀，还是送要的啥呢？但开喺始漢傳嘅四分律當中咧，让给导演都那有一个什么导段咁啊，樣嘅出記載。出国个那个，新币给那少一些了，出国嘛得下去，哎，那听这个呗，比如講咧，喺呢個穷逼呢，肚裏邊咧有少一些，蟲嘅話咧，但那些谁没收少一些东啊的，谁没收听这，他那没收去，第一个建议，如果中毒呢啲咒語咧，就能夠去治補腹裏邊嘅蟲嘅那病啦，一老表个切都养啊大家听这当，或者咧他那些就係種一啲可以目的不对一些，治一啲宿食不消嘅咒，对呀个切都啊大家当，他那些或者係學書，突破为呢，或者如果係中毒一啲世俗嘅降服外道嘅咒咯，说人你送给不起啊，切都因亦为都係可以。哎呢，啊到了也把没写起，或者去送这边中毒一啲啊当然自因为加毒咒咯，拿给了啊，去送这边对吧？这些的加拿给了要吧，就给到了要嘛的。或者係保護身體、護身嘅咒咧，亦都可以中嘅。咁就係
就冇犯啦。對啊，咁喺十眾律裏邊咧，亦都係有咁記載。간다 티나 로레 가다 소노르사나 소에 나사 소에 나사 텐데 다소 나사 담비나 나사 슈주어바 딘데게 낸죠마 그 다나 신기亦 초고나 都有咧有提到咧，숙답 有 딘데게 牙痛嘅 나사 時候咧， 담비나 딘데게 亦都可以念一 오유수 啲 녀베 咒， 나다 或者 다나 腹 신기 痛啦， 두포이나 아니 亦都可以念 두포이나 咒， 나다 或者係自讀 안도나 嘅咒咯， 대화르네바 루심 대화르네야 체도 或者有 nga 毒蛇咬啊咁樣嘅 nyeba mes 自讀 lesson 嘅 level 嘅 咒， yours 謝謝tamse 或者 ne 係守護安穩啦 ndi chube na lo la ndi chi sum 嘅念咒咧，咁亦都係開許係但是個例外嘅。ta ta pali 咁呢種咒咧可以念嘅， sum ro na lo la ya paritas di sum ye nga sum gyop cha nga ta ti ko di shu bi na 然後喺 ta sum ye 巴利 nga 文 di 嘅 pali 經典當中咧，亦都有提到 nga ja 護 ke shi 咒， zi ya 而喺巴利佛教嘅系統當 ta 中係 pali gi 被高度重視嘅。 ta da ka shi da na lo le ya ge bo minan de shu ben do sa chi minan da pa nya sa 譬如有部經叫做《彌蘭陀王問經》咧， ta di pali de ne sung na lo do di de ne ki na lo ne da 係屬於 do di de ne te la 巴利 wa che 經 na 藏 lo 當中嘅 de 小 na lo 部， le ye be ki ji do wa anda di ge bo milan de shu ben do sa giri gi ge bo chi gi ene chuwa chen che sha gyo 이제 그다 chuwa che sha gyo tele ya ane gyalong chi pa len gyap sha gyo dire chi gi shung ge da shi bu jo 而呢一位 ti na lo le ya 彌蘭陀王咧 sung ye 係 nga 嚟自 ta she 希 de 臘 ma 嘅一位王， ba na lu sung ye nga khanda paritas khanda 咁當中咧亦都有 paritas 提到有幾種嘅 lu 護咒， sung ye nga ta na sing gi ma je nga more paritas ma 有 je 咧叫做呢個見道咒咯。 cha de ma je nga sa tene genzen zeme nga do chi 見道咒咧就係、do 可以 do ji 護 ga 身嘅 paritas 防護咧，俾毒蛇咬 genzen 嘅咒。 nga sa do ji 然後咧 genzen 就 zeme 係、 nga tene alternative 孔雀 nga 護咒， ta ti ko ma shi je le ya shu re tene somyo 然後就係 chwe nga anguli mahala 撞 paritas 幡啦， somyo 撞 chwe 幡即 nga 係 sa撞頂護咒 ana 嘅一 shi 種 gu 嘅。 jo kon do ratna sutta sa ta tinde gi la so ba ki sung ye nga ri mang bu chi ta ti na lo ne 然後咧有一種叫做亞澤郎 tela te ne 亞澤郎字咒啦， ta do gebu milanda sa di gebu de pa ji chi lu 然 ngu 後 jo 咧 gi 就係、有一種叫做有一部經咧就叫做《央掘摩羅經》當中che za 都有嘅，係然後就係三寶經， 유럽 니버 순배 갑리 내야 다 숭아 망부지 총 심바지 다 갑지 뒤에 숭아 망부지 뇌수에 봐 디 公元前2世紀嘅一個位王咧就叫做彌蘭陀王啦， 다 딩상기 係一位希臘嘅王。 시간에 내된 대바다 咁佢 다나 當中有一 신기 部經就叫《彌蘭陀王 방바다 問經》咧，當中有提到 내내기 呢一啲咒。 내찰리 내야 숭행아 텔레망 망부시다요 喺呢部經成立嘅時候咧，就已 다 經出現咗 숭행아 好多呢啲護 남유 咒。 지 파제세야 咁到現代 다나 嘅 신 당아 지 石 베베기 蘭啦、斯里蘭卡上座部 양구야 佛 섬으로 教或者係 소남 개야 緬甸同埋泰國嘅佛教咧，亦都擁有好多護咒。而呢一啲護咒咧，係經常誦讀啦，用嚟消災同埋招福。 다나신 안에 자뱅이 개박하지 시당의 제비나 다다 수주 난den기 서구 칼이야 다 공도 시에베기 송행아 텐자베기 도대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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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민족 你去这个怎么样嘞 다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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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 공도 시에베기 송행아 간다 뒤럽 하지 질병의 뒤럽 입었음베기 나로르게 喺南傳佛教嘅地區當中咧，呢對 대수예베기 經典咧 송행아 대삼도 大約 마세베 就有29 질병種。뒤럽 나베기 예잠이야 아니 대화르네베 나사 아다 係由頭先 서로의 講嘅呢個 차례 美蘭陀 송행아사 王開始咧，一直 到 주인이야 到 나로 하는 겹이었어 大概5世紀中葉啦，다시함래야 다다 공도 쉬베기 就 송행아 加入咗 주카셰지기 呢個安全咒啦， 룰레카레바다 以及呢個指紋防護咒。接落嚟咧，我哋會分別講一講以上提到幾個護咒嘅內容同埋來源啊。然後第一個我哋講嘅咧就係呢個見道咒。니버디 풍부니 주스니 바스다 풍부 풍부와 다 평균기 뇌기 係 흉 就好似之前提過，巴利藏當中咧就有分經分別啦、見道啦同埋附隨嘅呢個三個部分。就好似藏傳佛教裏面嘅根有律嘅內容。就係巴利律當中嘅第二個部分就叫見道部啦，而佢哋嘅咒咧就叫見道咒。喺呢個見道部當中亦都有提到。而係對蛇咧表示一種慈悲，從而咧保護自己免於遭受呢啲蛇嘅一啲毒害啦嘅咒語嚟。因為咧當時曾經有一位比丘咧被毒蛇咬死嘅，然後佛陀就講法，佢講到咧，於四種蛇王族以慈心遍滿者，則無為蛇所咬而死。並且講咗咧有關護念四種蛇王族嘅頌文，所以咧就被稱為咧自護咒、護咒，以及咧同蛇類有關嘅一啲經典，又喺律藏當中嘅見道部喺巴利律藏當中咧有提到。而喺見道部當中亦都有分大品同埋小品，咁而家呢度就係其中喺小品當中有提到。而呢個故事咧最初嘅原始嘅形態咧係出現嘅啦，已經喺呢個巴利律藏當中嘅小品當中已經出現。然後第二咧就係增支部嘅經典，就係跟蛇有關嘅一部經典。Ahina Sutta 叫做。
어레 롱질 최변이랑 주의긴도 사지 지듯이 다 때네 시버디 아니 깨버 깨르 롱 나서 다디 디 스트루저를 쳤어 다 간다 전에 찍디 아니 당부디 간다 덤규니 통만 조서로디 빨리 뉴에게 돼 대세 다디 풍부인 난기 다 대세 총어디 버체 니버디 아니 롱질 최베게 나로래 首先再講多次咯，就係免於遭受到蛇害嘅一個故事咧，就係最開始從呢個小城當中嘅巴利律藏嘅小品當中咧，已經出現有呢個原始形態嘅呢個故事啦。然後第二就係登支部經典當中嘅蛇經。然後第三就係巴利經藏當中嘅小部，就叫做見道本生談。然後第四咧就係四分律，卷42，亦都有提到，佢哋就叫做八龍王蛇，就喺巴利嘅四種蛇王族變成咗八龍王蛇。然後咧，亦都喺四分律當中咧，為咗保護呢個八龍王蛇，列出咗護念八種龍王嘅頌文，亦都稱此為自護持念咒。然後第五咧，就係喺《雜阿含經》卷9，亦都係講到有避免被蛇咬嘅一啲頌文，亦都例舉咗八大龍王。而俾蛇咬嘅呢位比丘嘅名就叫做優波仙那。然後喺《雜阿含經》嘅頌文之後咧，附加咗一個陀羅尼，亦都顯示咗密教化嘅跡象。而呢個陀羅尼咧，又稱為咒術章句。雜阿含經咧只有中文，呢、這個係喺個經當中咧，亦都喺附錄當中加到咧，就有寫到叫做誦念咒術章句。亦都有提到，如果念咗呢個咒術咧，就會唔會俾蛇嘅毒咧，唔會傷害到我哋身體。
다 버지디 듀어 댕아 사된 데빈 듀어 인사스 간다 체는 듀어 댕에 나로래 듀어 댕에 然後有啲相關嘅經典咧，亦都 신기 폐신 대백이 듀에 듀아 아버님 슈바다 다나 신기好 갸나 似五 게게 分律샤빈 다 융겐디 第26卷，나 然後 슈바베 就係摩僧奇律嘅第二十 卷， 콩 규샤게 오케이 시담지 여버마연 듀아 아 반복 주바다 다나 신기 然後就係根本說一切有部比奈耶嘅第6卷，다나 시 벽에게 남 규샤베 主要都係義正大師翻譯嘅。 안에 자좀 니데려야 안에 도주가 쏟잡 대라 펜베 된도 然後藏文版嘅說一切有部比奈耶咧，就叫做律分別，中提到咧呢位優波仙那咧，阿羅漢小君就被毒蛇咬傷後咧，佛陀就係佢為咗幫佢咧，就宣讀咗一段消除毒素嘅偈頌同埋密咒，所以呢個密咒禁咒咧，就為咗去幫佢去消除毒素。有一部分咧，通常咧，我哋亦都會進行超度嘅時候會誦念到，譬如喺中文嘅佛經當中，亦都有提到。貪欲真慧痴，為世間大毒，由佛真實語，諸毒自消亡。咁呢啲都係依靠三寶嘅加持力咧，嚟到消除毒害嘅真實語嚟嘅。中文咧就係喺呢個根本說一切有部比奈耶當中有提到。而藏文版咧就叫做密咒，就喺呢個根本律當中。而漢文咧就會稱為禁咒，亦都係密咒。然後第七咧就係、佛說隨勇尊者經中亦都有提到。咁呢座經咧當中亦都提到一位隨勇尊者咧，亦都係被毒蛇咬傷之後咧，佛陀咧就宣説咗消除毒素嘅偈頌同埋真言。所以咧，以上就提到有好多關於蛇嘅一啲經典。然後接下嚟講嘅就係同大乘或者密教嘅經典，都係避免毒蛇有關嘅咒語。呢種避免毒蛇嘅咒語咧，喺大乘佛教當中發展成為咧孔雀王咒經。後來咧又被密教所採納，成為咗呢個不空三藏所翻譯嘅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啊。因為不空三藏咧好出名，出生喺呢個斯里蘭卡啦，然後就去咗中國漢地。
佢嘅翻譯咗一部就係叫做呢個《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譬如話呢一類嘅經典咧，好早就有啦。譬如就係喺晉元帝咧，喺大概公元4世紀，係317到322年在位當中嘅時期咧，就係呢位晉元帝嘅時期。喺呢個公元4世紀呢位皇帝當中咧，就已經有位譯師咧，就叫做白斯尼密多羅嘅呢位譯師咧，就將一部《大孔雀王神咒經》去做翻譯啦。咁呢一部《孔雀王集神咒經》咧，有講到其實成立嘅時間咧都係好早，然後就係梁朝嘅僧伽波羅，亦都翻譯咗兩部《孔雀王陀羅尼經》，就係喺我哋中文嘅大藏經當中，由不空三藏翻譯嘅咧，共有6種嘅孔雀王咒經，亦都包括咗義正嘅譯本，就係呢個孔雀王咒經。雖然呢個經典嘅題名咧有孔雀，但係咧內容咧嘅核心係講緊慈心，係要用慈心嚟到念誦八大狼王咧，就可以避免被毒蛇咬傷。嗯，而一部經嘅梵文本咧，其實已經出版啦。譬如呢個題名咧，雖然係講到孔雀喺經題當中，而其實咧孔雀係同蛇有關，因為可能就係因為咧孔雀會捕食蛇，所以人們咧都會認為孔雀係具有征服毒蛇嘅神奇力量。喺我哋嘅漢譯本當中咧，有6部啦，有數量咁多嘅譯本。咁從呢一點嚟睇到咧，我哋就見到古代咧係好重視喺民間傳說當中咧，亦都認為咧孔雀係唔會受到毒害，亦都唔係話佢完全唔受毒害，可能係講緊呢個孔雀咧係能夠可以某種程度可以抵抗到一定嘅毒素。
亦都唔係話孔雀能夠所有嘅毒啦都能夠避免，亦都唔係咁嘅意思應該。안다른 말자래야 통 정하고 누바 예전시 예대버티 그지 다 딘디 친리베 아 방다로 제대로 있어所以咧 노르디 就會講到孔雀 쉬비겠다 전세 당분의 可能 주어 可以 전세 避 주어 免毒 쉬비바 蛇嘅毒。 다 전세 당분의 주어 벌도기 발이야 아니 팀의凶器 다드네 다 듬버디 티젠의 상하고然後咧總嘅嚟講咧係第一至到第六項咧就小乘經典啦，而第七項咧屬於大乘同埋密教經典。 갤롱 스와스티사지 여베지레스 有位日本學者咧， 레질리아 안에 주의 소ገብ지 平川章教授咧就認為咧， 루이게베게레야 안에 참베 發現咧喺 옴니 나데 經典當中記載咗有位比丘叫做吉祥， 데네 데숨바 데라 或者有個翻譯咧叫吉祥童子， 안에 공도 佢就俾蛇咬傷啦。然後佛陀都教導講咧，以慈心念八大龍王，則不為毒蛇所害。 다 티버침보다 상하고 슝디즈 나로 네 중에게 마브제 시미기 덤규 세나다 마브제 시미 거기 다 니즈디 당부 용사 세나다도 통매 그 넘버도 부디 가지 충벌했어 라비나 아니 빨리 긴듀에기 슝 다다 풍부기 나게 대신 所以咧，他認為咧喺第七項裏邊講到嘅佛說隨勇尊者經嘅故事形態咧，就係出自於第一項巴利律藏中嘅小品，同時咧亦都係咧源自於第五項嘅雜阿含經，亦都有呢個講法。 UK 사디기 공수지 제비나 안에 다다 텐센 뒷배 나올 다기 공수 시대 텐센 뒷배 나올래야 다조 티젠다 상하 슝 나오네 다 然後就係從長有慶咧， 맞아 첨보다 제비 認為咧 고르망고 지바 디 고르데 다나 신기 喺呢位日本學者認為喺第七項裏邊咧嘅內容， 다나 신龍牙大電報當 同呢個第四至到第六項嘅經典咧關聯性係比較弱嘅，而相對之下咧，應該係從第一項嘅律藏小品逐漸擴展嚟嘅。 다가 가사티 빨리긴 뒤에 슝다 뒤에 슝 대신 슝은 시샤버테다 양다 덴베기 슝은 시샤버 니버로 잡아 그것이 요마레스 가사 양다 덴바도 잡으시다 요마레스 딱과 유아들은 잡아 요마레스 所以呢位從長有慶認為咧，譬如呢個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當中，係同第四至到第六嘅關聯性咧係比較弱嘅。相較之下咧，係應該同第一項嘅律藏小品咧係逐漸擴展而成，而同時第二項嘅增支部經典裏邊嘅內容咧係繼承咗第三項嘅巴利經藏小部見道部生談本生談嘅。 다 시탐지 여버마웨기 맹기 시기
然後咧就係對孔雀經具有呢個相同框架故事結構嘅講法咧，亦都喺同一個根本上一切有部嘅藥事當中嘅梵文原典咧，或者係藏文嘅譯本當中保留落嚟嘅有。所以從呢個方面嚟講咧，我哋就會認為呢個佛教經典講到嘅孔雀咒咧，無論係通過南傳咧，定係北傳嘅流傳落嚟嘅，譬如南傳咧就係喺巴利律藏當中，亦都有講到好多同毒蛇有關嘅啲講法故事咯。然後就係北傳流傳落嚟嘅，譬如話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當中嘅內容咧，都有廣泛咁樣流傳落嚟。呢度我哋會幫佢講咧，南傳啦、北傳啦，同埋藏傳。所以無論係南傳、北傳，以至到藏傳咧，都有流傳落嚟。然後咧就提到呢個孔雀咒，譬如一開始就講到呢個見道咒，譬如而家第二項就係講呢個孔雀咒。孔雀咧係用來保護自己免受蛇害嘅咒語嚟。譬如喺呢個南傳佛教當中嘅上座部傳落嚟嘅一部經咧，叫做《孔雀本生經》，同埋《大孔雀本生經》。另外就係有一部叫做《六度集經》，而係由呢個北傳佛教我哋見到嘅經典嚟嘅。咁另外就係雀王咧，《雀王經》亦都係叫雀王本生。然後第三就係藏梵咒啦。藏梵咒咧就係同呢個阿修羅作戰嘅時候咧，通過睇到帝釋天嘅旗幟啦，佢嘅藏梵嚟到擺脫呢個恐懼嘅咒語。咁呢個相對就係喺南傳佛教系統當中記載當呢個相應部嘅經典嘅其中一部咧，叫做有偈品當中。呢個故事咧就喺漢譯嘅經典當中會睇到啦，就係可以喺呢個雜阿含第35卷同埋增一阿含經嘅第14卷當中咧會揾到，就同呢個帝釋天有關嘅故事咒語。然後第四個咒語就叫做阿扎郎智咒啦。
阿扎朗節奏咧，就係一個有個多聞天王宮殿當中嘅咒語，亦都叫做楊柳公咒，就係呢個阿扎朗字咒，係毗沙門天王，即係多聞天王咧，為咗讓呢個夜叉守護而説嘅一個咒語嚟。然後呢個咒語咧就係長部嘅經典，喺第32品當中嘅呢個阿扎朗字經當中有講述到。喺呢個故事當中咧，阿扎朗字經當中有講述到咧，就係呢個長部嘅大會經，係就係用呢個大會經嘅作為一個素材而成立嘅，就係呢個阿扎朗字經當中嘅內容嚟。就係最初就係呢個長部嘅大會經啦，然後咧就慢慢因為用呢個素材咧而成立咗呢一個最後嘅阿扎朗字經。而喺當呢個藏傳佛教亦都有呢個典故記載。譬如話頭先講嘅呢個大會經，喺科野部當中嘅集類當中係有記載到喺藏文嘅譯本當中。譬如呢個咒語咧，阿扎朗字咒啦，而進一步咧被呢個孔雀經以及大集經乙藏訓所繼承啦。所以就喺呢個乙藏經當中，亦都會睇到呢個內容。或者頭先提到嘅呢個大集經乙藏訓啦，譬如我哋喺祈願法會期間咧，成日會念到嘅呢個乙藏經，我哋會念到呢個經嘅，就係乙藏經呢部經。就係乙藏經嘅第17章閻浮提洲品當中，係有一部分嘅內容，但係漢譯本咧係有完整嘅經文，而藏譯本係冇完整嘅經文。總之咧，係呢個大集經嘅乙藏訓，就係喺呢個乙藏經嘅第17章閻浮提洲品咧嘅一部分嘅內容嚟。
喺漢譯本當中咧，會有完整嘅經文啊！呢部《月藏經》亦都有喺呢個《月藏經》嘅第17章當中嘅閻浮提州品嘅一部分咧，係有提出嚟嘅，而喺藏傳裏邊係冇嘅。而喺阿底峽尊者當中嘅經集，亦都有引用到呢個《月藏經》一卷咧，同埋多一啲嘅內容。譬如我哋平時會誦讀到呢個燃燈經，佢嘅咒語咧，亦都係從呢部經當中去攞出嚟嘅。然後就係喺藏文嘅佛經當中，亦都有部叫做《月藏請問經》。然後布敦佛教史當中總共有2卷，但係現在咧流傳落嚟嘅只剩翻咧好少嘅部分。但藏文咧剩翻好少嘅部分。同樣咧喺宋代嘅法天一位翻譯師咧，將呢個密教經典《佛說毗沙門天王經》咧，就係都係依據於頭先以上講嘅一啲經典而成立嘅。總之咧，喺上座部嘅系統當中咧，用於護身嘅咒語咧，都會被稱為巴利塔。而喺其他嘅部派咧，會唔會將呢個護身咒稱為巴利塔咧？就唔係好清楚。而喺密教當中咧，而呢個術語咧，似乎係冇被傳承落嚟嘅。所以無論如何咧，為咗要護身而誦念嘅呢個護咒咧，喺原始佛教當中咧係被允許嘅。好，大概就講到呢度，休息30分鐘。打的那的，俺打的样子，可能去吧，那些钱打看他，绿送的钱的对象，送人啊，巴里达啥的，但巴里达啥的个，巴黎嘅。上一堂啱提到，就係講到呢個護身咒咧，叫做巴里達，就可以保護我哋嘅身體。喺原始佛教嘅巴利文當中都有講到，亦都有講到喺原始佛教當中咧，都係念呢一種密咒咧，係喺原始佛教都係被允許嘅。有提到咧，見道咒喺呢個原始佛教當中咧，係特別受到重視嘅。特別係如果對於蛇咧，係有一種真誠嘅慈悲心咧，
咁隻蛇咧就唔會当隨意去时的咬人。下边国呢，哎那俺对用的啥呢？俺这里呢呀，但首先我哋唔好對我也蛇在是懷有一種敵意咯。真正用的啥呢？但贴这个国呢，代表个，送俺的，如果我哋懷有一種雪松的慈心啦，冇对面芒敵意啦，果切切，但咁明天呢，而去刚过去啊，个日光呢，真誠咁念咒咧，日光的就在这咁一个是。定會有效果。咁而我哋發心前阳对面南天个车里啊，那就送俺了呀，去念那俺咒咯，这管个东西，就同佛唐波的啥，陀講嘅徒勞無益路上呢，之咒咧就有啲唔同啦。哎那个人啊，个人就把，但人啊就过嘛的，就面对下了，说吧，他就没家了，說吧，自己家沒家喺了，說吧，大家呢都啊休息，喺提出佛陀是接有受的。借指但俺相信各那的，種嘅一啲呀，人你送一些密俺咒啦，求要的其實，送人俺的呀，那都我这个被禁止。君子卡里巴斯，君子卡里那是提过的呀，等下最都心就切边呢。对了呀，恁这边一看吧，民族那个有给啥，可能给工作的切边呢。那对了呀，这他说两家都可些小的，是他们成都是。但可能公巴的切边呢，两家都都有的啥，重建因為那个護咒咧啥都切吧。被允許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城鄉嘅差異性啊。喺古代印度咧，城鄉之間咧係有個差異嘅。譬如喺古印度當中嘅城鄉之間咧，文化風俗咧都有唔同。亦都係咧喺社會基礎較為先進嘅時候咧，已經能夠咧排除呢個傳統嘅巫術嘅影響。而喺農村裏邊咧，就仍然保留住咗有舊有嘅一啲氏族嘅社會結構啦，亦都可能咧依賴呢個傳統嘅巫術。特別咧係對於巫術係更為依賴嘅呢個就係第一個城鄉差異，就係第一點啦，就係講到原始佛教中咧，點解會護咒咧係被允許嘅咧？咁另外第二點咧就係講到佛教教團嘅發展咧。咁以上咧就係一位日本嘅學者松長有慶咧佢哋嘅觀點嚟。隨住佛教教團嘅發展咧，隨住佛教擴張，從城市走到去農村咧，因為要保存保留舊有嘅氏族社會結構咧，所以咧就農村咧就更加可能咧更加依賴呢個傳統嘅巫術。第三點咧就係態度嘅軟化。就係呢個對於態度上面嘅軟化。咁就係原始佛教最初對於巫術咧，保持一種嚴格嘅否定態度。但慢慢隨住教團嘅擴展咧，到農村地區，
呢種嚴格態度出現一種改變啦，所以咧就開始出現軟化嘅跡象。呢個就係第三個原因。而第四點咧就係對咒語嘅態度有所變化啦。例如喺原始佛教當中，對於啲雜咒咧係仍然係禁止嘅，譬如一啲可能唔符合佛教教義嘅咒語咧，開始咧慢慢咧對咒語態度有所變化，就係開始默許使用呢啲自我保護嘅咒語。所以對咒語嘅態度有所改變。所以對於自我保護嘅咒語咧有所開許啦。然後第五點咧，就係呢個日本學者嘅態度咧，就係呢個巴利語嘅佛典當中咧，有出現過呢個護衛咒。喺巴利語佛典當中咧，就有出現過呢個名詞啦，就叫做護咒。係呢一種對呢種態度有咗變化啦，有改變啦。呢位日本學者松長友慶啦，係唔單止係一個著名嘅學者啦，同時佢係一個僧人嚟。所以從上面呢位松長友慶嘅見解方面睇到咧，佛教喺呢個傳播過程當中咧嘅適應性係好強。隨著呢個教團嘅規模擴大咧，以及呢個影響範圍嘅擴展咧，佛教咧就不得不面對咧呢一個適應同埋唔同嘅社會環境中嘅傳統習俗啦。特別係喺農村地方弘法嘅時候咧，譬如就係對於一啲傳統巫術咧，可能更加普遍。佛教咧就採取咗一種相對靈活嘅態度，比較善巧嘅，係堅持自己佛教嘅核心教義嘅同時咧，亦都對於某些嘅形式嘅咒語咧，表現咗一種程度嘅容忍，所以就見到佛教咧，其實係一個具有方便嘅一個宗教。
喺呢個整個佛教嘅弘揚佛法嘅方面咧，就可以睇到咧，佛教係點樣可以保持自身嘅一啲教義核心，同時咧，亦都適應唔同嘅社會環境嘅需求。所以呢度又反映咗一點咧，喺佛教傳播嘅過程當中咧，例如話我哋睇到一啲祖師，當佢哋去弘揚佛法嘅時候咧，將好多實際嘅現實嘅考量咧去思考嘅，總係咧就會思考喺唔同嘅文化背景當中咧，獲得認可同埋發展。所以過去嘅祖師咧係好殊勝、不可思議。然後另外一個主題咧就係想講就係呢個真實語。Satya Vajjana 總之有好多個念法啦。總之嘅意思就係真實語，意思就係基於一個真實嘅誓言，就具有不可思議嘅力量。所以唔單喺佛教當中會使用到啦，亦都係喺呢個婆羅門教派當中咧，亦都被稱為真實言說啦。喺巴利佛教當中咧，亦都稱為 Sakkakiriya，就係真實之誓。想講一啲經典中嘅例子啦，喺南傳佛教當中，本生經喺本生經當中咧，大概有500個章節咧，喺其中第444卷當中，其中提到有個俾蛇咬到嘅孩子咧，被佢父母帶到去苦行者嗰度去求助。一位苦行者咧，就好如實咁樣去講咗自己一直到而家所做嘅嘢。然後咧就念住呢個依此真實得安穩。譬如佢就係講咗佢從一開始到而家修行為止嘅所有事蹟咧，如果都係真實嘅話咧，即係依此真實得安穩，去念呢一個句子嘅時候咧，佢個孩子咧體內嘅毒素就會排出嚟，就因而得救。所以喺本生經當中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關於呢啲真實語嘅記載。然後第二咧就係央掘摩羅，
亦都係同呢個真實而有關嘅故事。咁樣喺呢個中部經典第86經就叫做《央骨摩羅經》當中咧記載到，就是係因為央骨摩羅咧，即係叫做子曼愛道，就殺咗好多人，就將好多個殺咗嘅人咧嘅手指頭咧穿住咁掛住喺自己身上，好似一個花蔓咁樣，所以就叫做子曼。所以央骨摩羅就係音譯，而佢嘅意思咧就係叫子曼愛道啦，即係喺外邊睇嚟咧就係一個人咁啊，但係可能外表上咧睇落去都係一個好恐怖嘅人嚟，但係佢後來咧皈依咗佛陀，然後咧成為咗佛弟子，最後咧亦都修行成為咗阿羅漢。喺小乘嚟講咧，就最高嘅果位啦，已經係屬於阿羅漢果。所以當佢得到咗呢個阿羅漢果之後咧，佢去到呢個舍衛城，舍衛城咧屬於係呢個中印度嘅摩羯陀國一個大城。因為佢就去咗呢個舍衛城咧乞食去化緣啦。咁當中咧，佢又睇到一位產婦，正正喺度咧經歷呢個難產嘅痛苦。然後佢哋對呢個產婦咧嘅痛苦咧，表示咗一種同情啊。然後佢就翻咗去咧，向佛陀咧講述咗呢件事。然後咧，佛陀就去教導央骨摩羅嚟講咧，就叫佢咧去同呢位產婦講一段説話啦。古人我得性生以來，不知故意奪生類之命事，由此自然，汝得安，能得安產。就係要佢喺就由此自然啦，就係真實語啦。即係呢句説話係，如果我講嘅係一啲真實語咧，就汝得安，你就會得到安穩，能夠咧得到安產啦。而呢個央骨摩羅真係喺呢個產婦前面去講咗呢段説話咧，而央骨摩羅照做之後咧，即係憑藉住呢一句話嘅真實威力咧，呢位婦女咧難產咧都得到化解啦。因為咧央骨摩羅咧曾經真係殺害咗好多人，並且將佢哋嘅手指製成咗項鏈佩戴，所以咧就被稱為子曼愛道人，係一個十惡不赦嘅人。之後咧就即使係因為咁嘅惡人，皈依咗佛陀之後咧，成為咗阿羅漢之後咧，就唔再殺生啦。所以之後咧就算有啲小蟲啦，都唔再殺啦。
所以因為佢呢個真實嘅語咧，具有幫助難產婦女嘅力量。但说明成为很多个哪老来呀，他给这点不写不生活了呗，忽然给给这点不写不得了呀，呃得了呀，die sommige door naar tegar tela dinsig cheche dinsig sia tanye de ta ya 大有嘛的那样红都写别个，也不闽南的所以呢個区别个多央呀，骨摩羅多起經码的當中，拉云吧，也不闽南的 Greek 也不闽南的啥的个，雖然咧哎，就並扯起冇到講到呢段話係就把叫做真连个啥實語，熊给他全部就要的学吧，第一个哪老了呀，打上啊，人啊，套马步给那贵啊。急地啲啥嘅，但係喺南北三前面有嘅，提到呢個嗱落嚟啊，電水嘅《美蘭陀王誒問經》當中咧，生啊、物質啊，有套講到一啲卡些護咒，需要的，啲嗱好落嚟啊，似一個列所以就表咁樣。啱啲啲嗱些下啲嘅吧，其中有講到呢個央骨摩羅誒，護咒，對於啥呢？打說第一個嗱嚟寫下嘅，說明成員啊啥的，不是他的說明成員多寫嘅，就係呢一部央骨摩羅經咧。龍正軍嗱嚟嘅嚟嘅，多參把結束貼住吧的啦，他就故意。所以成为个道理，送点个大点白吃下。所以呢部經咧，你讲老了呀，他的亦都被視為護咒嘅一種。巴黎吃卡的皮就当要的是呢。那说他的 internet 第一个了，上面升个多。當我嘛注意，佢哋呢把好，大家都聽得到嘛？頭先啱啱 internet 要網絡有啲問題。internet 電不用啊，前面這樣啊，真係爽死了。現在他過去有呢個好似防毒蛇嘅護輪，咁而家應該要有一個防護呢個網絡斷線嘅一個護輪。Ene chua che, en tele ya gyalong chik pa len gyab shak. Tiki, en tebi gyabo minan di shuben do sa. Di na lo le ya, ene ringa ka to shung sa na ba. Sanga da ringa ki, ene to ru ka she chik, da di na go shu. Di na chik di ka re sa na, so myu chingwe nga cha re. Da so myu chingwe nga ti, da minan di gyabo minan di shuben do ka na she de ya ki, so myu chingwe nga sa de. 所以咧，頭先你提到呢個央骨摩羅經當中咧，之後咧都喺提到有講過呢個湄蘭陀王問經當中嘅護咒列表當中咧，就有呢個央骨摩羅嘅護咒。就亦都係咧，就指呢部央骨摩羅經。而呢部經咧，亦都被視為係護咒嘅一種。頭先啱講到呢部分。接着他等于讲的区别个的，巴黎给接着送下边给定时下他年代当，说明成为更多的所谓定时的他年代，或者机会不着，你讲了嘞？所以從形式上面嚟講咧，佢就同前面嘅本身經當中嘅真實語咧係一樣嘅，因為咧就同樣都用緊呢個字 Dina Sajena 呢個字。所以咧，亦都可以被視為咧叫做一個真實語嘅例子，亦都係。所以依照咁嚟講咧，喺巴利嘅經典當中，真實嘅話咧就稱為真實語啦。當然。
다다 양다 대비 너 뉴르시엔사 양다 대비 너 뉴르시엔사 티바지 개개 남겨자 양다 대비 너 뉴르시엔사 근데 지기 빼시죠 반복 가서 되지 뒤 나온 게 반복 좁게 받들이야 而你係呢個说明情况別譯上嘅《雜面被学阿含經》过特别过的當中，解原来卷一啊嘅經提拿了了段當中，空多不特別同簡單埋呢個上面《雜阿含經》特別簡嘅呀第哎呢38卷這特別普遍讀嘛嘅經典中咧，普雜解普遍讀嘛呢一點咧就冇寫得好清楚。哎大家啲養大點嘅到有現象呢個別是提拿了咧這個嘅可以嘛的總之咧就係喺《雜阿含經》同埋養別譯龍這個《雜阿含經》當中都有講述到呢個央屈摩羅去多歸服咗佛陀嘅教法。太陽說明前面多下的樣子提拿了來呀哎呀但係冇咧提到龍佢悟道之後對呢個難產嘅婦女講嘅真實語。還沒得那裡邊的信息，但是不咋個個不沒個過，提過了可提拿了可了的，啊，那邊提拿了呀，開始送了的啥呢？那說明但係喺真一阿含經可能佢把電子節嘅搞厲害，我怕被人第31卷咧係有提到嘅，係有提到央屈摩羅嘅經呢個故事啦。其中有講述到呢一個難產婦女嘅事嘅。呢度有講到咧，央屈摩羅講：我從賢聖生以來，更不殺生，此自成之言，使胎得解脱。呢度咧就表明咗呢個係真實語。所以呢度係用，其實中文係寫住自成之言啦，但係冇用到真實語呢個字啦，當然冇用到呢個直接。但係咧喺呢個別譯嘅央屈摩羅經同埋佛說央屈摩經咧，當中都有類似嘅故事啦。之前咧就有提到就係呢句説話，自成不為妄語。所以後者咧就講為呢個自成語。雖然用詞上面有啲唔同啦，但係其實個意思都一樣。因此咧，對呢啲經典咧，都其實承認咧有呢個當講真實嘅語係有力量嘅。第三咧就係大事啦，梵文就叫做 Mahavāstu。喺呢個巴利嘅文獻當中，亦都有用到呢一個真實語呢個字。係當中有記載一個故事咧，緊那羅本生當中，喺呢個本生故事當中咧，有提到大樹緊那羅王咧，佢嘅女亦都係通過用呢個真實語嘅力量咧，描述咗佢自己被呢個獵人咧捕獲嘅經歷。然後另外一本咧叫做閃摩加本生，或者叫做蘇耶摩加當中咧，就講述到呢個閃摩加被毒箭咧射中咗之後咧，佢嘅父親咧就通過用呢個真實語嘅力量咧，解除咗呢個毒性故事。
等于就是在马哈瓦斯都是的培训点位给公司多不是这么着的兄弟，所以喺呢個但等于第一个，但看他面对大的话，事呢部短劇當中咧，亦都係睇到熊个拿落来，点白吃的呢個真實與嘅例子。但想来呀，提不起不等这位，哎那提不起所以咧就喺呢個零售下的，大眾部系統當中咧，亦都有使用到呢個真實語。面对这位拿落然来，後第四點咧就係大乘佛教當中，那木腿呢，看这是这些，云真的特别切啊，真實語咧亦都被傳承到去大乘佛教。我哋就睇下點樣傳承到去大乘佛教啊。例如咧就係喺八千頌般若經當中最後嘅上提菩薩品，因為上提菩薩咧就為咗要去尋求呢個般若波羅蜜嘅大法咧，前往去咗菩薩處啦。因為首先要去見菩薩咧，就需要去準備一啲供養。所以佢去嘅時候咧，就去諗要做一啲咩供養。然後佢咧就打算咧賣咗自己嘅身咧，賣咗自己嘅身體去再供養。呢個時候咧就係帝釋天就知道啦，就想去試探呢個上提菩薩嘅心意。然後咧，帝釋天就化作咗一個少年嘅模樣啦，企咗喺呢個上提菩薩面前啦。然後佢咧就要向呢個上提菩薩咧索取佢係要佢嘅心臟啦、血液啦同埋骨髓。所以呢個少年咧同上提菩薩講嘅時候咧，然後呢個上提菩薩聽咗之後咧，就拿起咗一把刀，將佢自己手臂咧刺開，割開咗自己大腿，攞啲肉出嚟，然後準備咧將自己嘅骨頭咧去斬開，然後去攞裏邊嘅骨髓出嚟。然後帝釋天咧見到上提菩薩嘅決心咧咁堅定嘅時候咧，帝釋天咧就放棄咗呢個少年嘅形象，變翻做一個神嘅模樣。並且咧就同呢個上提菩薩講啦，如果你想要乜嘢都好啦，我都可以俾你嘅。然後上提菩薩咧就為咗恢復自己嘅被切割開嘅身體啊，就已經用咗呢個真實語啦。上提菩薩之後就講：我依如來而得受記於無上正等覺，不退轉，依此真理，依此真實語，令身恢復如故。然後咧，身體就慢慢恢復原樣啦。所以佢提到就係依此真理，依此真實語，令自身恢復如故。然後咧，講完呢句説話嘅時候咧，身體咧就真係恢復原樣。所以呢個亦都被稱為係真實語嘅加持。
금들에 비추셔야 덴베츠 사티아 아디스타나 사티 비추다 단 니더뷰기 덴베츠기 다다 개동 바점도 所以呢個真다實語加詞慢慢就 덴베츠기 Satya 안다기 다등기 개동배 나로 요아래 Atana 주셔야 다이네 개동배 유르 민자 하시지 야나를 옆차 직디 에네 개동배기 다다 야나 所以喺呢個真實語嘅 시럽이 시럽이 8000버르듯이 種波譯經當中嘅도인 古譯本，宣道心波瑞金下去다다 로자와 其中最早로가 嘅一 캔 部叫做《道行波譯經》， 세아디 케마사 로가 케마사디 유르샤와 다대 올해 디가서 시럽이 버르듯이 뭐 긴돈 닌쉐르비치 대당 되네야 시르진 류친직사 반부 주의해야 되지 제 안에 유릉겐 그 로자와 슈뉴소 라소비 규샤 대니 다 대니 보디디스 야나게 규르샤베기 시럽이 버르듯이 면도 나는 然後咧另外一部就係小品波譯經啦， 이나 디나로래야 就係由呢個鳩摩羅什 덴베츠게 去 더보기 翻譯嘅， 디나로래 배주시 就係喺呢一個8000波譯頌當中咧比較早嘅一個譯本。而呢 다난신기 一兩 저기 部， 갸베당 譬如《道行波 균경기 譯經》同埋《小 개동와 品波譯經》當中咧係冇 야나게야 講到真 유르샤베기 實語， 다다 상계 юм레게 최송기 시럽이 亦都有 버르듯이 藏譯本啦， 린스도 同埋 다데 벽에 야게 漢譯 나로 本 佛母出生三嘅呢一法部藏《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第24卷咧， 다디기 다다 야게 나 유샤베 시럽이 버르듯이 同樣都係好似呢個8000波嘢頌 덴베 측 떡 當中咧 타니에디 有啲相似嘅，都係有提到呢一個 다가난 實 신기 語力 버르듯이 개동베 呢個字 유르시다 嘅， 지금 나로래 안 덴베 측 질럽기사 신기라바사 아디시타나사 베슈셰야레스 所以同樣喺아디시타나사 8000頌波譯經當中，亦 신기라바 都有提到 아니 真實 상아 語嘅 나로래 加 안 持。 베슈차레야레스 데트다데 개동베 而 나로래 呢個加 아디시타나 持呢個字咧 베슈 ，Adhisthana 啦，喺密教當中係一個好重要概 디네 念。 인주사네 너나 뭐 티버 신비 나로 되대요. 다 티버 상아 상아 나는 셰비나 다 파시 드레지라고 말하다. 다 드레스 샘다. 상아 샘다 간다. 셈 티버 신비 나로래야. 지다다 단기 공도 쉬버는 신 나래야. 소에 나사지. 버리다사지 여버지. 所以總之咧，喺咒語，無論係叫做護咒啦，或者係明咒，而呢兩種嘅咒語都被認為係具有一種影響他人嘅力量嘅咒語嚟。但係真實語咧，被認為係具有更加直接嘅語言威力。所以咧，學者認為咧，真實語咧比起呢個護咒同埋明咒咧，係更加有威力咯，去影響他人。然後我哋做一個總結啦，就好似前面有提到，從呢個原始佛教當中或者密教當中講關於咒語。所以無論係喺講護咒或者係明咒，喺原始佛教當中咧，其實並沒有咧係被完全否定嘅。
而係有某些方面咧，其實係認可嘅。有一啲嘅咒語咧係可以念誦，有一啲係唔可以。特別咧係用於為咗保護自身咧嘅啲咒語就可以使用嘅。同樣咧，真實語咧所具有嘅威力咧，到當時都係被認可嘅。所以咧，我哋都會承認明咒同埋覺悟咧之間係存在咗一種聯繫嘅。無論係明咒、護咒、真實語等等咧，都係從我哋嘅身口意三物嚟講咧，屬於口物。係有一種隱藏嘅力量，有一種隱密嘅力量。所以除此之外咧，喺《阿含經》當中，我哋都會睇到一啲秘密思想嘅觀念。所以我哋同呢個古人嘅生活咧，係我哋好難以想像咧，古人嘅嗰個神秘世界。好似我哋而家有網絡啊，有電影啊，對於古人嚟講咧，對佢哋嚟講咧，我哋而家嘅一啲生活咧，亦都係難以想像。所以同時間，古人嘅生活咧，對於我哋而家嘅一啲現代人嚟講咧，呢個神秘嘅世界咧，我哋都係難以想像。雖然我哋而家嘅物質生活咧更為進步，工具上面咧係更為發達啦。但係喺古人嘅佢哋內心嘅力量咧，我哋係難以想像。無論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聽到我哋嘅長輩講嘅一啲故事，好似我從小喺一個牧區嘅生活，當時就冇好進步嘅一個生活啦。就用一種比較原始嘅一種比較神秘嘅一種生活方式咧。所以簡單嚟講，喺呢個原始佛教時代咧，人咧嘅生活咧都係可以同一啲神靈去直接交流，佢哋係可以直接同啲神靈交流。所以我哋睇到呢個《阿含經》當中咧，經常係出現呢個梵天啊、帝釋天啊等等嘅神靈。而喺《阿含經》當中，後來咧，密教當中亦都成為咗呢個
好重要一個菩망기薩，叫ndo 慈 sembo 金 suwa 剛神。amna negi ndo sa 喺呢個南傳嘅長部經 ambata 叫做 ambat 阿摩 ambata 咒經，sutam sutam sa mi do ambata ambata sutam sa ki na lo la kharis so yar sana 啱不 thamsi gi 得 q 先得。amna ne am yana thamsi q madu sa ji yebres ta de 就呢個 sangi gun ju ja 阿摩咒咧，ane sangi gi thamsi q madu de la ya 跟着na 裏邊有記載到啦。當 sangi 時 ane sangi gi 跟着de be len ji me ni me len so 當時咧佛陀咧 ina ta 就 ko ji 問咗呢位 rigba 阿摩 rigba 阿 ko 摩 ji ko 咒 sa 啦。ran ta do 阿摩咒3次，呢個一個 rangwa 婆 si ge 羅門 rangwa 嘅 si 青年se ta 問咗 len 佢 sum ge 3次，跟着聽信那邊呢佢唔 嚟 知佢係個 len 嘛 心 ge 好 do 聽散亂啦，信嘅定 len 因 ma 為 ge 點嘅？de ane 但係佢都冇回答嘅。女性男的都是的，拍些挺上给这的前边呢，ane sang ge bodyguard 這不是的話sang ge 了送給先給 bodyguard 的這些，然後佛陀咧就見到保鏢保鏢一位手持金剛就是女性杵嘅男的都是夜叉王，的的，他的好似就係叫做密跡力士啊，就好似佛陀旁邊嘅一個保鏢咁。ane 價嘅價多多全部價所以呢個全部佛陀身邊呢個保鏢咧就嬲啦，因為佛陀問咗呢個青年我嘅阿摩咒3次佢都唔應。下去ane 果然女性男的都是果然我是就經文有提到咧，是帝釋天啊啥手執金剛杵，具鐵赤熱，光明拍灼，當阿摩咒頭上虛空中立，然後就見到拿住呢個金剛杵咧，係發熱嘅，同埋係充滿光明同埋呢個熾熱嘅一個金剛杵喺手上邊啦。呢個密跡力士咧，就同佢講啦：你如果再唔答嘅咧，佛陀已經問咗你3次啦，你都再唔答嘅話咧，就用呢個金剛杵敲裂你個頭，分成7份啦。然後呢個婆羅門青年阿摩咒咧就嚇死啦，因為見到咁惡嘅一個保鏢密跡力士咧，突然之間喺佢頭上空出現咧，手持住一個燃燒巨大嘅鐵球啦，同埋警告佢講：如果你再唔答佛陀嘅問題咧，就要將你嘅頭顱咧打成咗7塊。所以咧，佛陀同阿摩咒咧都睇到呢一幕。而阿摩咒咧係因此咧就恐懼，生起一個好恐懼嘅心啦，就身體不停顫抖，然後就係向佛陀求救啦，請求咧問翻呢個佛陀咧再重複問嘅問題。然後咧佢就真係回答翻佛陀嘅提問啦。所以喺南傳佛教亦都有呢個持金剛嘅説法嘅。同樣喺呢個清辯論師嘅師澤嚴論咧，當中亦都有提到觀世音菩薩相關嘅內容咧，出現咗呢個大眾博說三派經典當中，又用咗呢一個經文師澤嚴論
當中引用到呢個經文啦，諸菩薩的身物、語物、意物、聲聞同埋獨覺嘅智慧係無法理解嘅。所以就講到呢個聲聞同埋獨覺，甚至係無法完全了解菩薩嘅五百身。所以就知道呢個觀世音菩薩嘅不可思議。而聲聞同獨覺緣覺乘呢，係並沒有。所以就同阿難陀講啦，只係如果當你持誦觀世音菩薩嘅名號咧，就會將所有嘅眾生嘅一切恐懼咧遠離。然後講完呢句話咧，佛陀呢個阿難咧就同向世尊就稟告啦，世尊啊，這位用時無畏且充滿慈悲，觀世音自在王，我向這大聖者至誠頂禮。所以我哋係譬如呢一個好多內容咧，我都已經喺原始佛教經典裏邊已經見到啦。甚至有一啲咧，有啲學者係冇發現到，可能我哋進一步之後可以再了解。好，今日講到呢一度。